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今仔日来讲这三字：撸、撸、撸。字体真相同，是共音无共调。先来讲撸，有推、推卸、推给别人的意思。这是你爱处理的代志，莫甲责任撸予我，也就是莫甲责任撒予我，莫甲责任拄予我。撸布撸啊，用布撸啊撸涂骹，参壁角啊嘛撸甲真清气。撸倒退撸，有袂少人真爱倒退撸安尼行做运动，其实吼真危险，一定要选一个安全的所在。撸撸啊撸头鬃，阿嬷去买剃头的撸啊，帮一家大细撸头鬃，洗一条细条的。撸头鬃用撸啊，若撸顶就要用撸啊。炒菜煎鱼啊，会条顶夹顶，就要用撸啊撸顶，才洗会清气。撸，咱之前有讲过，撸卡撸破皮。有关撸这个音，有为日语来的台语，像讲秘鲁、泰鲁、瓦鲁族。若撸，大家就较常看到、较常用咯，像烤撸、过撸、挂撸。若想好势，就放手去做，莫有过撸。你安尼无参无详，代志拢家己决定，一点仔拢无考虑到我的感受。今仔日的台语字，撸、撸、撸，实在真趣味。